台大病院院长李立公开向外界讨表经，讲因病院医疗量能也已经用到紧绷啊。最近也有一个确诊者想要装出去病房，说甲医护人员 QQ 落落。病院表示讲，这寡行为拢互医护人员有正大的压力。有台大病院医护人员的家属表示，病院第2暗发生一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人，装出负压病房，有护理人员赶要甲压制，未附穿防护装备，3天了后身体无爽快，采检确诊。医院就可能发现护理师确诊之后，就有回溯来，就是追踪这个护理师可能在这段期间照顾过的病人。目前就我所知是2位护理师跟1位清洁人员，还有就是6到7位的病人。这造成要20位医护人员住院，也则是居家隔离。出代志的这间病房，原本的病人嘛拢受采检，转去别间病房隔离。台大病院院长进前向外界讨救兵，表示院内医护能量紧绷，但是迄当阵并无讲到这件代志。我想这些病人应该都是在院内感染的。是第1位确诊的护理师有没有其他的活动史啊？这个我不清楚。我们通常对病人一个一个的样子，我并一个一个的那个疫调，我手上并没有资料，也不太了解了。台大病院顶礼拜5好人听过这项消息，初一下晡开记者会表示，确实有暴力事件，不过无要证实医护人员甲病人、清洁人员感染的消息，因有做适当的疫情调查，嘛有甲结果报予指挥中心。不过医护人员家属表示，暴力爱谴责，不过嘛希望病院方面会当交代清楚感染的情形，避免医护人员甲家属惊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